新北家人甲桃園攏喺鳳台價，各大百貨公司有的對你休困，有的愛照常上班，都有愛上班的員工佇咧社群媒體抗議，講希望頭家會當多多考慮到員工的安全。百貨公司還未開門，美麗華門口已經真濟人佇咧排隊。時間一個到，大門拍開，有人隨撞入去，人客早就已經鎖定目標。親像新開幕的日本連鎖超市，冇人把握時間來買豐台不出。蔬菜啊，生鮮嘛，颱風來，還有那個新鮮的生魚片壽司。北市蠻多百貨都是。對啊，我們有 Google。包括豐台今日的透早一步一步交來台灣，包括其他前一面宣布停辦課，百貨公司嘛小說公告要做嚴做。啊那美麗華棒球大腕表南港。拉拉坡今日透早趕快維持營業，和真濟員工怨嘆歸路都驚拄到危險。2間百貨員工都比較可憐，已經宣布停班停課了，然後我們需要被百貨就是逼着要上班。因為上班我承認今天天氣很好，但是老實講，下班的路上就是一定是風大雨大。像我自己是騎車上班上下班的，那我路途也不是住很近，我這樣子騎車其實也蠻危險。如果員工其實會比較風險會比較大，如果他有政策的或補貼什麼的，也許對員工的誘因會更好。我覺得同業一起全部休息。之前也是做服務業，就覺得有時候風雨很大，回家真的很可怕。然後公司也沒有什麼補助，然後自己也很怕會很衰，被什麼打到。各有網友講，家己是台北101的員工，寫落落等於配合董事長賈永濟，希望去聽第一線心聲。為了安全考量，百貨公司的員工嘛愛同齊放假。在咧北市以及政區、信義區，嘛出現共區無共冊，包括台北101美豐各館都暫停營業一天，新光三越多館共款暫停營業，內底包括 A8、A11，那 ATT 4 Fun 新義店今日透早維持正常營業。大台北地區百貨業兩樣情，風雨掃來生理要做嚴做，和頭家辛勞頭殼冇咧少。